喺 Form 5暑假嗰度開始跟 TC 補嘅，而我嗰陣嘅 predicted grade 大概係2左右，而補咗半年之後，我喺 DSE 最終係攞到呢個5嘅成績，足足升咗3個 grade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嘅 Candice。當初學校 predict 我 Level 2嗰陣，我就覺得應該有啲大鑊啦，因為好似就算喺香港讀或者出國讀都好，呢個成績即係 Cam 個成績都一定要睇咁，跟住我就覺得即係好似唔可以咁樣撇落去啦，所以就決定開始跟 TC 補咯。由暑假開始跟，咁補完嗰啲 video course 之後，我喺可能9月尾嗰啲 revision test 嗰度已經開始有 Level 3，即係都已經叫做升咗一個 grade 咁樣，所以我就覺得應該已經係開始有顯著進步。我覺得最主要係佢講嘢有幽默啦，即係你上堂你唔會 out full，因為佢講嘢嗰陣佢就真係 catch 到你嘅 attention，所以你就會好認真咁聽佢補，同埋佢都冇乜廢話，佢講嘢全部都好有用咁樣。我當初確實冇諗過自己會拎到 Level 5呢個成績啦，因為我去到 Form 6最後一個 mock 都係 predict 我 Level 3，跟住即使我 study leave 其實都有努力溫，但係我考完嗰日我又覺得可能最尾都係得 Level 3，所以我覺得最後攞到 Level 5呢個成績係驚喜嘅。我會推介俾一啲需要補底嘅同學，或者啲 concept 未清嘅，因為 TC 真係講得好清楚，即係基本上佢講一次我就可以明咁樣啦。